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7月19号第41点台语新闻。今日呢，受到这低压地带影响哦，这中南部地区天气无稳定。气象局目前是针对着台南嘉义地区发布着大雨特报，高雄、屏东更加是爱提防超大雨。气象局也启动着低压特报大会记者会，咱来听一下详细的讲法。台风已经逐渐远离了。但今明2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从南海随着低压带北上的水汽。预计今明2天，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将会有比较剧烈的降雨出现。那因此，气象局也在今天的上午8点半启动了豪雨事件的加强作业，要提供大家更详细而且更及时的降雨资讯。我们先从天气图上来看，第5号台风目前已经北上，逐渐要往韩国的方向移动。而今明2天，台湾是位在一个大低压带的一个范围内。那可以看到，台湾的南侧其实是充满水汽的一个南海的区域，因此呢，这些水汽预计在今明2天会逐渐的往台湾方向输送，并且也伴随着西南风增强的一个情形。那我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目前在南海地区已经有旺盛的对流在发展。预期这片的水汽带潮湿而且不稳定的水汽带，从现在开始就会即将逐渐的往台湾方向移动。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像这样子的环境条件下，是容易会有中尺度对流系统发展，容易会带来一些比较不稳定的短时强降雨以及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的现象，因此在今明2天要提醒南台湾以及中南部、东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些剧烈天气的现象。那我们从定量降雨预报上来看，今天上午是整个水汽从台湾南端逐渐接近的一个过程，因此今天上午也是一个降雨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那降雨显著增加的时间，预期会从今天的下午开始，并且一直整个比较明显的降雨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除了刚刚提到的由海面上移进来的较强的对流可能会对中南部的平地造成影响之外，在西南风增强的情形下，因为跟地形会有交互作用，所以在中南部的山区预期会出现比较持续性而且剧烈一些的雨势，要提醒中南部山区的朋友特别注意。那整体明显的降雨就是从今天的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持续1天，预期降雨缓和的时间应该是主要会在明天的晚上之后。那我们在这次的降雨事件中，要提醒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在高屏地区，降雨可能会是最显著的一个范围。那另外在嘉南地区以及台东跟南投的山区，也是需要注意显著降雨的一些区域。最后，我们也还是要提醒，今明2天在南部跟东半部以及基隆北海岸的沿海，仍然会有长浪的状况出现。在沿海活动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同时，因为今天仍然适逢大潮期间，可能会不利于沿海地区的排水，因此也要特别提醒南部沿海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特别防范淹水的一个现象。同款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总统蔡英文到外国去访问，来到圣罗西亚，对着台湾代志又同款是真关心。而针对着台北市长郭文铁真无客气甲伊批评，总统冇回应。咱来听早起的访问。因为我先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好像有听说来到圣卢西亚，如果看到中方之后，大家都会直接反映说是台湾来的，或者说是日本或是中国来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的台商之间的一些合作是有方会有感觉中方的这样子？是其实我刚才在演讲里面也讲到了从2007年以来我们长期的在这里提供很多的这个协助那很多的时候这些协助都是贴近他们的人民的需求，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数位学习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他们因应这个气候变迁他们社区里所需要的这些防护的措施跟工程等等对圣卢西亚的人民来讲，这些都是非常贴近他们生活的需求，所以他们都很感谢这几年来台湾对他们的协助。我听说我们有一位大使离开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到机场去送行，这也表示了就是说圣卢西亚的人民觉得台湾
是很好的朋友，也有进步的感觉。你刚给议长看那个消息，里面写什么？就他的名字啦，我在问他说我刚才念的对不对啊？因为笑得好开心啊，小朋友在分享东西。啊，对啊，你要不要看一下？因为我一直在练习他的名字怎么念。总统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有好多份民调都出来了，那里面呢，就是你跟韩国瑜来 PK 的话，就是你是赢的，但是赢的并不多，就是等于是说两个人就是非常这样显著的拉锯。接下来你要怎么样把你跟韩国瑜之间的民调可以拉开？我想我还是现任的总统了，我还是要很努力的把国家的事情处理好，所以在未来我相信我还是持续的很努力的工作，那把一个总统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有消息说有数十位这个香港立法会示威者到台湾来庇护，那有看会不会来联络上吗？你有掌握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的有关单位都有掌握了哈。那对于这些来自香港的朋友我们会基于人道做适当的处理。总统最近柯市长的脾气好像很大，他昨天有情绪化，发言骂你的院长，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吗？我想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工作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好好的来做。总统白绿之间合作还有可能吗？如果说要合作的话，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一时之间没想到这个问题。总统想问一下，因为陈建总又在脸书上发言，说最后要为了胜选的话，还回去，你会觉得他想太多？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最近这个中共他在东南沿海那边军演，本来是我们之前有说是例行性的，但是听说是这一次是针对台湾，而且是5大军种，陆海空还有两栖这些5大军种全部都出动。那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属于针对性的还是属于例行性的？我想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些军事活动我们的国防部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军事单位其实都有密切的掌握那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一方面有这个例行性的军事的演习跟活动那但是我们也会密切的注意他们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昨天在那个晚宴上面就看曹先生穿了一件好像是，比如说那个跟他谈到的文字。谁？总理是啊，总理刚红色的背心，红色的背心，上面是注意到了。没注意到，我知道他穿里面穿的好像红红的，但没有注意到那是什么样。那中文倒过来。真的啊？真的啊？我等一下来问他，请他再给我看一下。总统，那个喜乐岛联盟礼拜6要成立那因为在初选之前，独派基本上跟我们这边的关系就是有一点就是裂痕那既然选后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他们做一些整合，或一些，就是说您在回国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动作？我想我们各位跟我们出来一段时间在从事外交活动，那我们其实都感受到中国对我们的打压还有各国所受到的压力那确实台湾人我们还是必须要合作，要团结才来面对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挑战。所以我相信团结还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什么话想跟你说？一时没想到这个是不是下一题？应该还有问题吗？所以就会找独派的一些大佬再谈一谈因为既然他们心中还有一些心结的话。我们其实持续的都在有沟通那其实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大佬们其实他们也都很有谅解跟体谅的心那他们也都了解团结的重要性。好，谢谢。
另外，这台北市长郭文泰咯，最近一直咧骂这个民进党。有媒体咧报道讲，这台北市东区门户计划当中，中央研究院国家先进园区的这连续道路案件，国发会硬度要逼台北市政府爱出8亿，互这个郭文泰非常无满意。下早呢，郭文泰接受访问的时阵，民进党伊就讲，民进党甲伊卡掉咧，伊敢来增加伊的怨恨，伊也讲台湾即马呢，敢若草包佮菜包会当算真害咱来听郭文泰详细的讲法。那以前是本来那个是中研院国家生技园区嘛，有一个隧道的工程嘛。后来中研院来拜托我说，他说他们要去办什么里民公听会的，还要去处理那个环保团体，他们觉得压力很大，而且他们也没有经验，然后又涉及都市计划变更了，要施工。所以后来我看那个中研院搞了很久，我说算了，我帮你做好了。所以后来我就说，那你那个。就委托给台北市政府执行了。我最近国发会好像说，就把它变成市区道路。市区道路，他说叫我们再去什么，再写一个计划去内政部营建署去申请。那如果够的话，钱就从那个中央拨给台北市的那个什么汽油燃料税里面去扣了。那今天早上我们讨论了，那个副市长说还要去申请。那个钱再从中央给我们补助款去扣，那干脆算了，我们自己盖就好了。所以后来就说那算了，也不用去申请了，我们就把它变成市区道路，台北市政府完全 take over， 就承担起来。外公他去申请完再从你给我的补助款扣，那算了，那我自己出钱自己做完就好，还不用去跟你申请，浪费时间呢。你有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吗？啊，你有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吗？反正要卡就卡，我觉得那样，你卡我就自己做就好了，我也不想不开心哦。在累积我的怨恨而已。可是从双子星到现在，会不会觉得好像一直跟不是啊，这个就是国家的悲哀嘛，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其实还是一样啦。我每次讲说，如果把台湾的整体利益，你知道人民最大福当做最重要的考量，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嘛。可是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啊。党同花异，就是说，你不是跟我同一边的，我就要卡你在干什么？后来发现他也不是只有卡我的，我猜韩国在高雄一定比我更惨的嘛。可以。他讲说，如果你参选的话，跟韩国瑜跟蔡英文的支持度是40、27、28，就是你跟蔡英文争2-3名而已，会不会有可能被弃保或者是边缘化的危机？对啊，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包括2个党的初选民调嘛，都变化蛮剧烈的。其实我觉得这样啊，台湾还是不应当政治只有选举的，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对的。所以我越来越轻松了，我发现每个人都很焦虑，只有我是最轻松的。市长昨天骂苏贞昌有够不要脸2次，苏贞昌回应说他不在意这些政治的语言啊。我跟你讲不然他讲什么？他在讲他在讲，我就问候他那个保安宫的事。保安宫什么事情？他倒不是在那发誓说他绝对不当嘛。他那个民进党现在策略是把你边缘化。对呀。对呀，这个不然他这样，他越讲我骂得越凶，那不是更痛苦？所以算了嘛。不是，你怎么看？很多人在解读说，这个是不是你的炮火是你的参战起手式，甚至说你的原子弹就是郭台铭跟郭粉，是希望拉到那一块的选票。是这样的要台湾也曾经研发原子弹，也不一定会成功嘛，对不对？不过是这样。因为我发现我这样最快乐，你知道，每天过的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上工，然后该做的事情做完，你们来访问我说看到什么不对就 K 什么，蛮快乐的。小英在出访的时候被问到白绿还有没有合作空间或者所需要条件，他愣了3秒没有回答。那您觉得还有这个空间吗？他一定会陷入长考啊。怎么说？反正他们2面说话习惯了嘛，一边说要跟你合作，一边打你嘛，反正我也习惯了。你在专访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有民进党人传简讯给你，要跟民进党谈一谈，到底会是哪些人来跟你解释？其实民进党里面我还是很多朋友的，以前2014毕竟还是很多朋友嘛，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政治上有意见是归有意见嘛，朋友还是归朋友嘛，所以这也没有什么。所以你不会想去谈，对不对？最后一点你不会想要去让朋友邀你嘛？那你不会想要去硬邀？对啊，朋友来。没有，就是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也不是只有政党嘛，还是有朋友啊。所以
who care？阿扁说为了救他的民调，阿扁说蔡英文为了救他的民调，想要关他。要关早就关了，不会的。这个没有，我也觉得那个扁担拖太久了，应该。其实我也不太赞成说保外就医那每天在写永歌物语，我也不赞成。我觉得还是怪怪的，还是应该这样久而久之台湾的司法或者这种法治国家的这种形象荡然无存，也不是办法。可是有人分析啊，如果你阿扁一旦关进去的时候，票会流到你身上，尤其是生育的票。这个来讲，所以我每次讲说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你不解决问题，问题会解决你。这个老道讲，处理扁担最佳时间是2016年的，那时候没有处理现在真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那目前有最新民调说，有4-5成的民众不支持您跟韩国瑜代职参选，这是一定的啊。坦白讲不管是这样的，我也觉得代职参选特别这种才选上市长我发现我们其实这样还是多多少少还被干扰到一点。我猜那个韩国瑜在高雄一定更糟糕。就是说，一天只有24小时嘛，那可能我也会觉得实在，坦白讲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才是真糟糕的。另外，社会事要来关心的是新竹西滨道路，其中有一段是今年才拄开通，因为位伫南寮渔港边风杯水的问题相当的严重。虽然讲市府有定期派人清理，不过清白费用徛这个路段，民众拢要互相提醒，讲要注意，唔通徛伤紧，若无可能会摔甲无片。行伫路的真明显会当听到刷刷刷的声音。新竹西滨道路风杯刷的问题真严重，含路边嘛踩风杯刷严重，注意路较骨的牌啊！因为风杯刷的关系，真侪人骑车拢累残。随望有时阵刷较济路段会放三角架甲围起来，避免有人摔车。毋过事故也是共款真济。这条路就伫南寮渔港的边啊，今年才拄铺好，因为是为爆花起出去的路，就伫出海口的边啊，海沙定定会飞起哩路的。虽望市政府有定期派人去扫，毋过沙也是共款真济。嘛有新竹市的民众普遍提醒，叫大家骑车爱细腻，着行的速度伤紧会发生危险。大家嘛拢希望政府会当更加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南新野区有一间牛肉面店，去消费者来投诉，讲食面爱加收30块。不过店家就回应，因为讲这天气真热，伫唔是营业时间开冷气，所以讲这加收钱。但是这有消费者呢非常不满认为讲这头家虽然事先有甲伊讲会加收冷气钱，但是伊敢若食半点钟尔就收30块，感觉实在是伤贵了。几下的人客行入去牛肉面店，伫柜台点几项菜了后，国防带去这个边仔的位，大家坐好势了后，人客问讲敢会当开冷气？不过这一个问，煞爱加收30块。开冷气爱加钱啦。啊，讲有搁做偌食咧，就讲阮爱加钱啊。这4个人客伫下晡3点入来到店的内底，规间店干那因这道尔。店家有表示讲，非营业时间吹冷气爱加收30块。伫个人客用餐煞看到加收30块，愈想愈气，认为讲安尼无合理。用餐食无到半点钟，而且冷气本来就是开店的成本之一。然后当然你可以选择说不要用餐这样子，因为他都还没点餐呐。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开这样子，然后我才跟他开冷气。不过店家表示讲，一开始就有甲讲消费方式会加收30块的冷气钱，人客迄当阵嘛有同意，而且其他的员工嘛会当做证。对于费用的部分收取太过高额，事实上这个是不符合消费者权益的一个保护。消保官表示讲，这种交易其实店家会当免做，消费者嘛当选择卖食，因为店家早就甲伊讲爱加收钱，消费者嘛无拒绝，这算是一种口头契约。只是讲伫店内底，敢若有这个口头甲你讲无明确的标示，嘛莫怪讲双方会安尼家己讲家己对。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每一天开关门大约122万架，捷运局的统计，规年度了下来，
啊无正常的这个事故原因，发现讲有超过一半以上哦，拢是讲因为有物件卡掉咧。上常常看到的就是讲，这人摕卡棒顶头一寡配件，佮再来呢就是笔啊，啊是雨伞头，啊佮螺啊等等的这物件。这文桥就表示讲，平常时哦会当用特别的这铁钩啊，甲物件甲排除。不过若是讲现场无法度来解决，恐惊的哦，只好请这规车的人客拢落车，甲这火车拖转去机场维修。所以讲，而且嘛呼吁讲，旅客咱伫咧坐车的时阵哦，上好呢，甲排伫后壁这个卡棒用手关，或者是讲排伫现卡仔头前，避免物件落落了后去卡伫门框内底。警视社开始单提醒车门要关啊！台北捷运逐工开门关门超有122万架，真侪通勤的人可能拢有捌看过车门无正常的事件。捷运局统计一年落来，车门无正常的原因，发现有一半以上拢是因为有物件卡掉的。很多人都选在包包上挂上这种小吊饰，但北捷统计这类的物品是最常卡在门缝的异物。尤其是挂伫牌仔边的配件，定定拢会落去；个别雨伞头、螺啊、甲抹喙唇的药膏，嘛拢定定无顺利落入去门的窗内底，互车门无法度关起来。哦，是这个原因哦。哦，我还真不知道。不管是什么背包，不是都要往前吗？台北捷运统计，2017年有65件车门无正常的事件，敢若物件落入去的就占33件。去年62件车门无正常的通报，其中37件嘛拢是新客落落去的物件造成的。超过50成的事件拢真好处理，用这种钩啊，甲物件搞出来就好啊。毋过若是伫现场无法度解决，规车的新客都拢爱坐后一帮车。他们如果没办法关闭的话，我们列车是没有办法正常出发。这样子的话，也会造成整列车门因为没有办法关闭而没办法出发，就会影响到整列车有1000多人。物件落落棚内底真正是足麻烦的。台北捷运一直呼吁，牌仔上好也是用手来关，或者是排伫头前，才袂互物件落落棚内底，互车门关袂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甲皮肤变开会当刺激着头毛的生长，这是国内医师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利用这皮肤有力的机器，在细只鸟鼠的身上，有力皮肤比例33%，会当维持7天，互皮肤休困2天了后呢，原来被带起来这头毛的所在，等10天开始发出新的毛。实验来发现讲，伫咧带毛密度较整齐的所在哦，会当呢，互这个头毛增加5倍左右。医师就表示讲，实验是皮肤避开产生发炎的状况哦，或者 M2R 型的这个细胞组织，再个达到活化这个母细胞，就会当呢，或者头长搁再发出来。未来希望讲会当用伫个这秃头的治疗上。基因遗传加上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真侪人无管是查甫也是查某，拢有真严重落头毛的问题。国内医师研究出上新的治疗方法，望会当来抢救这个秃头的患者。我们设计一个可以让皮肤拉撑的一个装置，让皮肤被拉撑之后，也刺激了下面的巨噬细胞被活化。经过动物的实验发现，讲利用皮肤变开的器材，把鸟鼠的皮肤变开33%，甲维持7天，袂当加嘛袂当减，互因休困2天了后，第10天，鸟鼠原本挽毛的迄个所在，竟然开始佫生新毛。而且伫个挽的位置，伫迄个10前度较整齐的所在，会当发出原本5倍的新头毛。那这基转被找出来之后，我们现在未来可能会用雷射或其他的方式来刺激头皮，不需要真的去拉扯头皮，我们可以只要去给有张力，可以适度的刺激，就可以让毛发再生。那讲到挽头毛，安尼互真侪患者惊到要害去。医师解说讲，这是要找新的这个基转。毋是真正要来挽头毛，伫这个鸟鼠的实验内底发现讲，若甲皮肤甲变好红，安尼会产生这个发红的反应，安尼会互这个 M2R 型的这个巨噬细胞斗大做伙，生产新种因子，达到这个活化母细胞刺激头毛搁再生出来的效果。目前伫个鸟鼠的试验已经成功啊，若咱人是毋是有同款的效果？安尼就要通过较侪的检验，这甲一般传统的这个生头毛水是讲照光治疗，透过病力，互头毛搁再生的新发现，嘛互这个秃头族加一世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指考18号假成绩单，大考中心公布每一科的成绩标准。今年的数一拢总有434人满分，人数上济。而数学甲物理这2科被认为讲是今年比较较困难的科目。这嘛，互这2科有算分的医科
预计这录取的分数会减少大约5分。升学专家就讲，今年大医科无到450分就有机会。而一类组这个科系，因为讲国文、数学变较简单，录取的分数会比较较悬。预计大法律系差不多爱440分才会当调入。另外呢，今年只考录取的名额也大大来减少，嘛特别注意哦，恐惊会互落榜的人数是创下历年来新高。看明今年大学只考国文科的考题目出较真活，含侦探小说嘛甲当作考题目的难度影响到考生的成绩。18号假成绩单，大学中心嘛公布108年所有科目成绩的标准。数学一科满分的人上侪有434人，国文无考非选题，5票是这5年上悬的。虽然国文的顶标跟底标都往上升，但是它区变同学的这个程度还是跟近5年是差不多的。今年普遍认为较歹考的科目，像讲数学假科，顶标比去年减9分，满分的人数敢若剩2个人。按照学生的分数来分析，物理科的难度是这5年上悬的，嘛互有算数学假科甲物理成绩的医科，录取的分数可能会减超5分。大医科唔免450分就有机会，阳明医科440分，成大医学系分数预估会是434分。数甲呢，它难度比较高。以2类组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本身它的考科也会含的数甲。所以分数呢也是会往下降的。会算国文、数学一科这顶标降低科目的法律系，预估录取的分数会加超13分。大法律系可能爱440分才有法度入去。另外，特别注意的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额减真济，敢若剩超34500名额。不过今年预估会到志愿开人数有4万多人。专家讲，今年可能会有8000多人考无掉，创下这几年上济纪录。提醒考生上好甲志愿卡写满，选家己分数较悬的科目来报，才会当考到理想的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在地处处行行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敢是三太子家己想要去佚佗呢？家己有一间卖佛具的店，伫个塞车顶头有放10尊的三太子佛像，准备要出卖。想袂到呢，伊目睭一个呢，规个塞车煞无去，安怎找嘛拢找无。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哦，这规车的三太子家己一路一直出到停车场。这员工看到嘛，感觉真神奇哦，一直讲太子爷想要出去佚佗。停车场内底雄雄出现一车的太子爷，无人杀，家己走，来到货车头前，佮家己正弯。敢讲是太子爷看天气袂歹，踮咧厝的想无彩，所以就家己坐车出门佚佗。规车的太子爷就安尼同齐要出去佚佗，毋过因一个到停车场，就直接挖入去车位，甲车停好。这阵太子爷家己坐车走出来，嘛，互店内员工拢惊到。就是因为要出货的那个外物找不到神，然后一直找不到，然后才调监视器。调监视器来看，才发现太子爷是家己偷走的，佛像乃家己走出来，来，时间摕倒转去。原来是店内员工甲刹车轻轻刹一个，人就走去，想会到刹车就家己挖一个方向向外口出去，好加载规车的太子爷尾啊出到停车格内底停好。若是走去到路的，后果想都唔敢想。佫无去弄着车。嘛无去弄到啥物物件，有咧想，前面佫无倒去。什么来做有咧想，很厉害哦，很神奇。店内的员工讲，真正是足神奇的，因为有家己挖一个方向，毋那10尊太子爷拢无代志，嘛无影响到大路的车。尾啊头家甲影片抛去人面册，甲民众分享，讲太子爷想要塞车出门，你想要动嘛动袂落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昨半暝发文表示，讲今年要开6000万来进行着河水下水道清理工作。伊即马有咧讲话，咱来去看伊安怎讲。这些可以看到这些报道，中天电视台都是一马当先的，怎么会不热爱我们的国家呢？所以我觉得现在政治挂帅来指导新闻，甚至用 NCC 来迫害媒体，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也希望 NCC 这些委员能够用同一套标准来看新闻媒体。你不要抹黑、造谣、重伤韩国瑜的，就是好学生；如果报道韩国瑜的新闻多一点，就是坏学生。这样子怎么能够让台湾人心服口服呢？那我们要回到市政好不好？刚刚连续这2个都是国际人士来拜访，对，是不是有就是早上跟他们会谈的这个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心得？第一个拜访是世界不动产协会，我们争取2022年世界不动产协会召开国际大会的时候，希望他们选择高雄。显然他们对高雄非常的陌生，今天有8个国家的代表，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理事来到高雄，他们对这个城市非常陌生，来了以后大吃一惊，没想到高雄这么漂亮，所以刚刚从理事长还有他们的秘书长对高雄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印象，我们热情的邀请他们来。第二个呢，是一个世界变迁一个协会，在联合国框架下面的一个城市发展，特别关切气候变迁跟城市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ICLEI 的组织。那我们感谢他，让我们加入了12年。高雄市在这里让世界的能见度大幅的提升，一些城市的治理的经验，共同防治气候变迁的经验，高雄市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城市来交流，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今天早上就这2个访问。这样，那人事的部分，就是外传说，我们市府的人事要做部分的调动，那么加上呢，就是未来可能你要角逐2020有这个竞选团队，人事要做切割，就是要分开，各司其职。那其中呢，外传说这个前劳动部的这个次长陈雄文先生好像要担任就是要进到市府来担任副市长的职务，那是有什么样的调动吗？我们高雄市政府的这个所谓小内阁这个部分人事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一定要调整。那这个调整完全是就高雄市政的治理以及这个团队大家彼此的默契跟功能的发挥来着眼，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新的团队调整还是会以来全力冲刺高雄市政为主。那这些人事的调整很快就会，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命令就会发布出去。希望新的团队做了调整之后，能够做更有效的发挥，对高雄的治理能够更有效的治理，让高雄市民能够更满意，好不好？陈雄文有要来吗？现在人，某些人我先不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好吧？那个路树太茂盛，导致影响那个交通问题，然后现在很多民众访问那个就是草都长得很长。那这些相关单位有没有实质？我们养工处一定会去处理的。那现在事实上，对于某些媒体报道高雄，事实上我们感觉了，这个放大检验已经到了夸张程度了。一棵树多掉几片树叶的话，在高雄好像高雄市政就要瘫痪掉了。我觉得真的太夸张。像我们清淤来讲，今天要清40公里。我们做的这么认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所有好的他都不报，都是报的最差的。我觉得像这些媒体让我们觉得实在是无法接受，好不好？谢谢啊。清淤的部分可以再讲一下清淤的部分吗？法务部执行署一般民众对着这个单位印象，可能就是讲会当伫每个月拍卖会上来扣上面。例如拍卖王这个称呼的这个执行官黄友文因为价值市价2万块的大同红以78000块的价钱卖出去，互伊变价真有名。伊做工课13年来，更加执行着管收真侪案件，为国家收回3亿。不过伊一路行来，嘛是安尼坎坎坷坷，也阁曾经为着要欠钱去补习班上课，做过呢这酒店的少爷，起码就看到乌布烧台，台甲是老火老的。今仔日特别采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熟悉这位执行官。拍卖声加上民众的笑声，真严肃的法务部联合拍卖，卖书变作夜市的拍卖同款。6002次，6003次。恭喜啊！我们开张了哈。徛伫台顶，功夫真顶，甲气氛差甲的噗噗。伊是行政执行官黄友文，方做执行署的拍卖王。莫看伊即马安尼喙笑目笑，其实伊过去嘛是有一段故事的。毕竟年少会被钱诱惑，想说钱花不完，就去当少爷试看看。因为酒店里面我目睹了砍杀的镜头，吓到了，所以我就赶快离职去补习，就考大学。退伍迄年，黄友文上北部找头路，外入去酒店上班，逐工看人咧遐烧拍车拼，心内感觉真空虚。一直到有一天看到报纸顶的报10大杰出女青年的其中一个检察官丁秀兰，介同款出身真歹，受到伊的鼓励，开始做改变。就被他感动影响而去考上台大法律系，我就觉得他是我人生的贵人，所以我就想随着他的脚步来报考行政执行官。做执行官了后，洪公认是拍卖王，其实唔那拍卖，伊13年来办过40件官收。为国家收超过3亿的税甲罚金回来，含国民党的无合理的动产，嘛互伊讨1500万回来。好像人生是出事要来讨债的，用管收的方式，这个时候民众通常大部分他都会心生畏惧，就愿意把钱缴出来。
伫镜头前分享家己的故事。虽讲黄友文的出身无好，佮捌做过酒店的少爷，毋过也是过来拍拼，互家己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6点外，伫台北市文山区发生了一件烧弄的车祸意外。车祸现场车体零件碎片是大家满设计，机车差不多是变做一堆的废铁，而好亲像是西环方向的轿车，车头嘛密密麻麻，也启动着停伫边仔的车辆。警消人员赶到现场的时阵，骑机车的人已经差不多无气，赶紧将伊送去病院来急救。不过，经过抢救，也是宣告不治来死亡。而肇事驾驶嘛受伤送病院，第一时间酒测伊无酒精的反应。关键伫现场要找证据，并且将要调监视器来赶紧厘清这个车祸发生的原因。环境污染对着生物造成伤害，已经是无当搁再拖的代志了。美国田纳西州警方也提出警告，唔通将这个毒品或者是病毒放入去马桶内底，甲伊冲掉。因为讲这款毒品哦，这流入去溪底会污染着水源，空气若去啉落去腹肚了后，会变甲更加有攻击性，也真侪病毒空气对着民众会造成更加大的危险。好你家在目前野外也唔捌发现讲真正的病毒空气，不过嘛有生物学家讲哦，这流入去溪水的这药物大部分拢有透水过，因此呢对着动物的影响其实未讲介大。青面的空气拍咧行，互人看到会惊。伫美国的田纳西州的一条河，发现到这个空气变甲特别青蛙，而且佫有攻击性。调查发现讲，这个空气有可能去啉到有加毒品的水。所以因的行为才会反常。若上接看到的毒品就是病毒，所以有可能互这个健康的空气来变做这个病毒空气。And it says if it traveled further than the ponds, it could create meth gators. 田纳西警方伫个进前向来去检查一个毒贩的大个所在，毒贩为着要逃避这个调查，竟然把病毒甲藏去马桶内底。虽然讲嫌疑犯当场互藏起来，不过毒品已经流入去地下道的系统内底，呛入去处理池，这个处理池嘛无过过滤毒品，过流入去溪河内底来污染水源，致使这个水压空气，甲啉落去腹肚内底，才会出现行为的反常，甚至佫有攻击性，危害到这个居民的安全。Putting just some in ther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 meth gator. For one, the dilution is such that the concentration is going to be very, very low. 加在目前也无讲真正出现这个病毒空气。生物专家嘛讲，对下水道系统流入去溪河的这个药物，其实经过溪水大量佮呛爆去啊，对生物会使讲无甚物影响。不过伫个阿拉巴马州有一个查甫，伊捌用病毒来饲碰齿，煞互迄只碰齿变甲真反常，佮足歹的。警方呼吁讲，民众若是有要弹掉的药啊，也是这个毒品，拢会当联络警方来处理，千万唔通甲吸入去马桶内底，安尼才袂造成环境甲水源头的污染，来去伤害到大自然的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以色列文物局宣布，伫个首都耶路撒冷以西5公里的这莫萨地区哦，伫咧探勘新的高速公路时阵，意外发现到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所在，推测了9000年前有2000到3000人伫这个所在住，甲即卖大都市的规模是差不多。历史呢，比古埃及金字塔甲英国的这石头殿拢也阁较久。这是以色列目前所发现的上大规模的史前时代这遗迹，嘛是新石器时代上古早这个遗迹之一，除了讲有真侪出土的大型建筑物，嘛挖出真侪日常的用品哦，互即卖人会当看到新石器时代咱的生活习惯。考古学家伫高速公路的边仔无用，大家拢足欢喜的。这是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附近的莫萨地区。以色列文物局伫这意外发现到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遗址，认为历史可能有9000年这尔久，比埃及的金字塔甲英国的石头殿拢更较早几6000年，嘛是以色列到当挖到规模上大的史前时代的遗迹。What I'm standing between and what I'm walking down right now is an alleyway from 9,000 years ago. Very much like we see towns today separated by alleys between buildings. 本来是为着要去新的高速公路去遐做探勘的，却无意外发现这片新石器时代的部落遗址。考古学家讲，遗址的面积有30到40公顷，伫9000年前可能有2-3千人住伫遮，规模甲现代大都市差不多。考古学者嘛挖到真侪大型的建筑物，
包括人住的厝，甲用来进行仪式的建筑物，代表迄当阵可能已经有真完整的都市计划啊。另外，嘛有找到真侪利用品、配件、甲拍来的家私，阁有实物的纸，表示迄当阵农业发展的程度可能嘛袂歹。Projectile points they use for hunting. This second blade is representing the harvesting, which was very common in that period. 其实伫乌石遗址进前，考古学者普遍拢认为木栅地区伫新石器时代是无人住伫遐的。即马这个新的发现，互大家拢真意外。考古学家嘛打造 3D 的模型，为这个有9000年历史的遗迹留一个记录落来，通好继续做研究，嘛互咱会当看到新石器时代的人过的是虾米款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父亲节到底要到咯，秘鲁把丘比亚造型的鸡卵糕真特别。广告了后，带观众朋友做过来去看卖咧。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关务署台北县28号下晡有查到53只活体动物走私，经过调查发现，讲这是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委托报关业者按马来西亚报运进口15箱热带鱼啊。不过开箱了后，发现讲是保育类的绿菇，也阁有壳鱼哦，市价大约是500万。即马被移回来上班，而查扣这款珍贵的动物啊，将要暂时交由台北市的动物馆的来饲。外送即马真是行，不过找老虎田像是嘛一项考验哦。高雄着外送人员送甲胖进去，迄一天哦，伊送餐点来到左营一个冠军，煞找无，安怎说都是找无到指定的地点。真着急，着赶紧的走去派出所，请警察来甲伊斗3工。原来哦，这座冠村内底有真侪人拢已经是迁出去了，佮再加上这门牌号码呢无连号，因此呢，外围的人若是来到这，就会亲像伫咧行白宫共款。暗时要9点的时阵，送外送的骑机车来到派出所，值班的警察看到过去关心，两个人讲话讲一个了后，另外一个民众骑车赶来，送一个外送，乃送到派出所去。原来当时外送员送餐来到明德新村，但因为眷村里有些户数已经搬迁，门牌号码撤走，加上门牌号码不连续，因此在这里迷了路。迄天送外送的就是伫遮行唔知路，看起来真简单的任务，煞无影遐尔简单，就袂输你去美宫共款，敢真是有遮尔歹找。大马路这边哈，这边是明德新村，大马路那一头又是建业新村，那建业新村又分南建业、北建业，真的有要送什么，我们都到门口来迎接啊。这边我第一次送。这届送饮料的有顺利送到位，不过伊嘛讲路无好找。通常来这边的话，是因为对要在地的比较了解。警察讲，迄天迄个送外送的，因为找无路，加上客户电话无接，伫附近一直说，落尾看到派出所，就走去找警察斗3工。在地对路草当然是有较熟，尾啊成功甲外送送到位。记者综合报道。这道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这台中创意这父亲节的鸡卵糕。京崎林麦仔酒拍麻雀，倒一款造型上有老爸的香咧。中部的餐厅业者咧激头壳，要来做上有老爸开口的鸡卵糕。这间饭店的点心档以心中仰望的技人来做概念，一边要来设2款，
一个是结合这个撇足茶巧克力豆慕斯的这个新思，这适合稳重点阵的老爸。那这个粉红色的写字造型，看到真亲切的先生，是用这个樱桃来斗打美国土豆，外条的口感真适合这个热心果饴的老爸。就是闻起来的口味很饱满，可是吃起来又很清爽。只要我们遇到了困难，就是爸爸就是我们的最强的靠山，所以这是我们的发想的概念。比一般餐厅饭店强调视觉感的这个造型鸡卵糕，台中这间饭店想要让老爸会当减少卡路里的负担，只无用米粉、麦达糖，改用火龙果、椰子奶甲绿茶，这天然的食材来做原料，加注入去空气骨粉做的这个药羹内底。手工菜为花开富贵的这个五彩药羹，做法幼稚又搞工，吃起来冰冰凉凉的，然后像果冻一样。还是采用富贵花，那刚好跟父亲的富有谐音，所以我们就花开富贵。希望呢，爸爸就是能够吃到这个蛋糕之后，能够这个大富大贵。无论是鸡卵糕也是药羹，拢希望会当对辛苦的爸爸致上这个上悬的敬意。记者综合报道。周子瑜饲了真水哦，连这个机场的验票员嘛是学了甲代志。广告了后，做回来去看卖。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南韩真受欢迎的查某团体 TWICE 成员周子瑜，因为讲生了真水，搁再加上身材真好，今年2月份就去南韩媒体封伊是南韩第一水。而进前，伊甲成员去美国准备要表演，伫机场的时阵哦，就连这验票人员嘛学了讲伊真水。这趣味的表情以外，也去互民众吸到大上网络。网友拢讲，连验票员拢认真。不过人水嘛引来一寡较激动的民众，一个查甫人就一路底条条想要甲伊翕相，这互周子瑜是行甲面啊青顺顺。南韩女团 TWICE 现身仁川机场，准备要飞去美国来举办演唱会。成员之一的周子瑜，伊简单小可装他尔，不过看到也是真出脚，阁有气质。甲看周子瑜摕护照要准备入去海关，注意看，验票员真挖紧看到遮尔水的面子啊，互伊看甲安尼嘴啊开开咧赞叹。这段画面拢去互民众甲录落来铺上网，网友嘛拢留言讲周子瑜的水连验票员嘛挡袂牢，只是讲伊生做遮水嘛意外引来这个热情的民众。穿青色衫的这个民众一直挖搭咧周子瑜，安尼互周子瑜行到一直米伫边仔去，伊阁一直挖头甲确定看卖，其他的成员嘛紧伸手甲周子瑜甲扭去。不过这个穿青衫的查甫人阁唔放煞，对调调，阁摕手机啊出来，想要和周子瑜翕相。就惊讲这个查甫人伤过热情，其他的工作人员嘛紧会甲围起来，来保护周子瑜的安全。这个讲是南韩第一美女的周子瑜，伊行到倒拢成做醒目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
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你们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现在要跟我吵架，是因为你喜欢我，对不对？闭嘴！男人的心太难捉摸了，我拜托你别这么残忍。你跟子源根本不该分手，你们应该要复合，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今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小雨姐姐，那个小老板真的是你的粉丝哎！麦先生，李丽媛，小心小心！你晚上为什么只是烫手指？还不是个亲我唱。耶！你怎么了？我看一下。我跟你结婚了4个月，你从来没有说为了我变漂亮，现在为了那个粉丝又敷脸又除毛的，有没有搞错？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月村欢迎您。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耶，要露营了！我们现在要去买我们露营要做的菜，这样子60块，哇！塞的，都知道这间店应该快70年的历史，每一口都很浓郁，让你无法忘怀。我跟我妹妹真的长越大越少，会有这样子的机会跟时间可以去做这件事。其实有时候放下手机，走到户外，这种感觉真的是需要找回的一个初衷。赵哥自信过度，一不小心阴沟里翻船。我们这一队是有程度的，胜之不武啦。我还是一句老话，你赢了噻，不好说哦。北部最知名的放天灯地点在何处？平溪。福原爱是哪个体育项目的运动选手？桌球。行车时尚未到达路口，灯号已经变黄灯，应该怎么做？刹车。这个0哦有问题。小赵，加油。小赵你的狗，那个叫价格机。100万奖金周周送，快下载17 App， 抢奖金！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大家好，想要找好房，除了找刘大卫，还可以找楚克环。原本那个房子不但帮上自己坐上 CEO， 更让宅男泡衣坐上总监的位置，根本是个旺夫宅。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会整桃花。今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限时内2人需站在浮板上扭腰摆臀，率先让计步器达到指定步数的队伍即可过关。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政治新闻，高手过招，
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你们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现在要跟我吵架，是因为你喜欢我，对不对？闭嘴！男人的心太难捉摸了，我拜托你别这么残忍。你跟子源根本不该分手，你们应该要复合，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今晚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小雨姐姐，那个小老板真的是你的粉丝哎！麦先生，皮皮燕，小心小心！你晚上为什么只吃烫青菜？还不是那个青果菜。耶！你怎么了？我看一下。我跟你结婚了4个月，你从来没有说过。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今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200岁名单，北京汉宫也展出着相关的珍贵文物。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走过来去看卖咧。我是小美玲，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等一下，请继续收看台视中道新闻，咱再会。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緝，伙伴柯南带你挖掘真相。一刀未剪看新闻，重点新闻追内幕。国际新闻全面解析，给我1小时，给你全世界。晚间黄金4小时，带您聚焦国内外重点新闻。